另外来看，这彰化大水河嘛是同款落规暝，伫个彰化市彰南路三段有真侪所在拢淹水，6台车互大水冲落去水沟啊甲路边。另外，伫个台74架线的这通彰化市的方向有土石流发生，所以路袂通。上紧伫个中昼这个时阵才通处理好势。 车辆和大水冲入去水沟内底，画面看到真惊人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彰化市拜三大水河落规暝，伫彰化市彰南路三段有排水沟崩滑，致使6台车横冲入去水沟，无就是掉伫路边。香山雨的地方哦，你看雨势非常强降豪雨，它已经造成这个你看滚滚的黄水这样流下来，那这是不是就是你被冲刷到野溪，卡在这里非常的。 另外，彰化市香山里嘛发生有土石直接冲入去民众车库的情形，规个铁档底海去，民众嘛惊到规暝唔敢困。大家媳妇后生时拢是头拢唔敢困的，这就今日整日头前面。昨暝就用后壁山遐就用迄车库拢听乱。 我落来就规个铁档底看去。除了彰化市香山里有袂少灾情，彰化台74架线或139线通彰化市方向，昨暝饭店左右树仔有倒去，雨刷因为雨水冲落来路面，影响交通。虽然县府透早4、5点就派人处理，但是也是有袂少上班民众等要点外钟也无法度行。阮要快管理员工作啊。嘿，你讲你卡偌久啊？ 1点钟啊，调1点钟啊，继续等哦。无要紧啊。我要1个小时了，他说后面还有一段摊翻，所以可能不等。县府表示，伫中昼左右会当排除障碍，恢复双向通车，嘛提醒民众线后可能阁有大水河，一定要加注意天气变化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